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今日咱来读这个台文通信网报，要读31期、310期，应该是要读40页啊，可能今仔日应该才甲读完啦。所以，迄个啥，我淡薄时间来甲一寡连结分享一下。才找到因的迄个连结网络顶面的杂志啊，有两个所在有，一个当然就是理工局基金会，因有即个网站嘛吼，因的网页有，啊，过来就是因为因有甲因的杂志，敢若寄付互台湾图书馆的款，我印象中，所以就使去台湾图书馆找到迄个杂志。当然，若是去台湾图书馆看，安尼可能就会看到因有当迄个啥铺水印，所以反正你就看你的方便啦。总是，我甲一寡资讯嘛，拢来提供安尼。啊若因为我有伫咧迄个啥，YouTube 开一个直播啦，所以当时因为 YouTube 我无讲教伊是要安怎处理，所以遐就是可能有当阵连去迄个啥网页遐，还是美术店找台语之类，所以拢参考，然后看看什么。可能就真个吧。当然，即摆网络顶悬有足侪迄种会使无台语的资源。今仔日算是安怎讲？读即个台湾通讯网报，自31期开始读起，啊，足久进前第一期到142期，伫咧4-5年前晓。迄阵嘛呢，读敢若500-600届吧。差不多是安尼，印象中，有啥物读我伊当初我咧囥迄个连结，愈囥愈长的时阵就说啊，有当哪找到安尼。好，佮搭几条，讲有一寡医疗课，或者是。这个啥歌词，有当中啊，歌词嘛是一个不哩好的文本。当然，尤其顶世纪所写的歌词，有一寡作词者伊的用字也袂安怎讲，伊无接受教育部的建议用字，所以迄个歌词的查询网，伊就甲伊调整做教育部的建议。当然，拄好，台北时间毋是9点至10点，做伙来遮读寡册啦吼。啊，即个大家不哩遐久，因为我是感觉应该会使加读较侪人的作品。当然，安怎讲，至少参考别人的文本吧。好，啊若9点进前咧，9点进前，随我就继续来读即个那春水的第3本小说，已经要读完啦，读到55章头家鸡啊。若准讲。你的台语有到一个程度，你大概我都知影头家鸡是啥物意思。来，继续读落去。小玉要爬7000山，有忝有痛，规身汗。好子出招洗风泉，先食青草头一摊。有酒哪啉哪烧满，面床边边被顶烂，哀爸叫母直透钻。食甜即届愈袂散，过差不多2个日了后，有一天礼拜，好子甲因姊阿辉讲，伊要参加实政家专的同窗会，要阿嬷才会回来，让伊管顾2个囡仔，就出门去。好子穿一束新买有束腰的运动衫，布鞋甲帽仔。
是要甲天数啊去爬七千山，好主真一暝就亲像囡仔要去远足的心情，摕伫眠床顶，绕空空，困袂加做，应该是伤下的因果。才会行船人的牵手，一当闹一个日会当见着红晒，就算有赞有赞啦。毋过咱拢知影，因遮的查某人10个9个拢有客兄伫外口，亲像稳固的落家安尼，大家拢知咧。无讲捡答案去美国6冬，毋捌转来半摆，即落是苦度人的活寡。若无去外口徛，去找查甫斗，就真万幸啊！好主甲美玲的乌头仔车趴伫永金公路小油坑的停车场，国泰的行去登山口，规路拢是家家长咧抽水的干网，规蛇路拢是主牵条条，爬到上悬7000山的西方，有翕几张。半中站有一搭号做开达格兰为止，爱软过正旺的剑竹仔拿。好主伸双手甲天树的腰闪按按，对伫脚趾后看煞阁行出来，嘛共款拢无放开。沿路来爬山的游客诚济，行无拄好打塌去，就无用摸的，吼，对摸的，简单敢若甲手阿嬷勒按按，好主是真自在。颠倒天数有淡薄仔歹意思，歹意思嘛是我学台语了，我着继续读即个，算精彩的开花结籽吼。因为今仔日剩的迄个啥，台湾通讯网无剩2篇尔。落山的时，好主有讲，几暗顿，对在世的天数来讲，甲一个生分的负责人去洗风水，生性有淡薄仔惊错，毋过嘛袂使互好主看衰歹，规气就顶头，有买的意思。入去一间名号做中国的大饭店，好主捌甲因姊阿辉来过，会当食暗兼洗风水。袂讲伫看的房间是软沁沁的榻榻米，有铺白色色的棉罩被甲枕头，头前有一只架骹的桌仔，通放饭菜。好主叫绍兴水鸡、象鱼、臭豆青汤，应该是我问个象鱼啥？象鱼清汤迄是臭豆的款。开洋白菜、韭菜炒透抽，4项菜甲一手麦仔酒。好主啉麦仔酒是要助胆、快热场，嘛互家己较敢讲话。若天搁边一寡以早真暧昧的暗恋准直读，反正我就讲。因为我拄有甲伊扭，毋知啥物原因 Q 无开，所以才互你交互一个，我甲迄个 moderator 设定一个。你若有迄个啥，然后我迄个啥，我是伫 YouTube 有开一个直播，只是讲我无确定，因为当迄个到底有志愿来，安尼志愿连咪才对咧准伫后壁来读。若总有人去 YouTube 看，可能勉强会使看到分享的画面吧。好，来，我先读41啊，然后3年准直志愿吼。来，海底有什么？四星红，所写伊这是车底服务，台语讲做啦吼。单家轮，人拢互伊做阿伦伯，伊是中研院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研究员。专长是海洋研究，海洋甲宗教的关系、气候变迁，嘛是因为有安尼的专长，伫2年前长老教会邀请阿伦伯来讲海，因为观众是较有年岁阿送
阿伦伯就互激着，开始用家己的母语台语来演讲。银幕咧展一张地球的相片，大家会当看到海占地球表面7成较低。若是照这个情形，咱应该号做水球，毋是号做地球。水球的水深浅平均3800公里，上深11000公里。好，我先读到这。来，3张你。等我看你的画面，你的画面袂出。我歹势，你有在有？无，我有看到你的画面，我是讲，我即马来，我来读。42啊。嘿哦，我来甲伊用较清楚，好，刷，我要照你的画面，你即马是，哎呦，全世界4500这个。世界4500，好，我来用其他。毋过安尼，我毋知你会想，若种用手机啊看伤细致的，我毋知要安尼改放大。你敢若袂哦？不要紧，我即马41啊，我即马来看我这个嘿。你按42啊开始读，我41啊读完。42啊，我看这是42有42啊，对，我要后期啊，好，安尼，全世界4500到5000种鱼，台湾就有1500种鱼。台湾的生态真闹热，其中台湾沿海的山湖，伊个山，伊毋是山，山是片音嘛，要毋过伊毋是片音，所以是酸芦礁。酸芦礁是少澎湃的环境，这是安怎讲咧？全世界的酸芦礁占规个海0.2%，毋过内底生物真侪，虽讲有10万种生物，甲名好啊，专家阁也有8到8万生物也袂互名，因为酸芦礁澎湃的生态，咱世界有11人靠伊趁食，阁产生1000亿美金的观光价值。好，读到这。你要读一段好，来准备完你，可能嘛来，阮咧读这个，大部分都是网报310期，已经读到42啊。来准备完你。澳洲的饭店上班，碧流嘿，碧流的钓鱼。钓是都是上好的咧，有的人就去看，更加欣赏，伊票钱3-5万。嘛开落，咱台湾嘛输人输地，嘛对咧关心环境，照顾小琉球的有真侪咱足亲的厝边，见着也故事也故事。第二讲，咱政府法律甲保护，互人保，若甲保会罚30万哦。啊，论白是挂会对
袂叮当，袂叮当。啊，论爬，我会对袂叮当的新闻开始了解。有红树林的红树，有海草、海团、海菜，爱碧水、唱水，才看会到的新闻，讲到平湖，这是第号名，伊咧讲平湖啊，可能是，我毋知啥物腔诶，泉州腔、漳州，我毋知啥物腔，因遐就是有人讲平湖，有人讲平湖，有人讲平湖，有人讲白湖诶款吧，我无确定。啊，伊拢第五条，伊用平湖啊，伊就写拢第五条平湖。湖啊，拢互海底诶乌鱼食去，嘛相克目，因迄是应该是一种，伊毋是迄个动物分做七个阶层嘛，介文、公木、科、属、种三遐嘛，啊，这是其中一种啊，因为双壳甲单壳吼，单壳甲单壳嘛，对无？爱讲双壳目啊。双壳目的孔雀蛤嘛，就是蛋菜啊，孔雀蛤嘛，摊啊，滴蛤温柔，啊，论白讲伊上爱西多子嘛，西多子。炒三味，辣油啊，肠啊，蒜头。好，感谢啊。迄个志愿你有对着无？42啊，正手边有无对着无？有吼，安尼互你刷落去读。好，刷来是后足讲，上卡的是歹。应该是上巧啦，巧。上巧的是塔口，伫平湖河水石虎，伫金门做河水石虎，讲因真有才调。啊，论爬随着放上铁影片，甲针仔放入去玻璃管啊，看破，放一只塔口过来，塔口家己就开始试要安怎拍开。安怎拍？塔口家己就开始试要安怎拍开，毋捌看过玻璃管啊，规个手拢贴伫管啊面顶，想办法甲开开。过几分钟啊了后，伊雄会晓甲我准开，即马就好顺去啊。因为上到遮位。好，无问题。好，迄个阿丹子啊，啊，甲即个 Eric 啊，吼，恁若有对着，我哋会使起来做伙读分享，吼。可能因为我无确定你有方便，因为我感觉即个对来讲可能伤麻烦，要去找啥，我就接受你读。我甲42啊，即两段读完了后，后手43啊，算讲伊每一段其实拢无介大段啦，反正就是安全自在啊。我读完了后，迄个Erica，你遮安全自在啦吼，阮读到42啊，我读即两段了后，你们遮三年准的志愿来读吼。刷落来，阁有一支影片，是咧讲黑菇片啊，伊会光酸鱼骨头会招来起厝。这以外，伊连边的破鱼网啊嘛摕来装潢，做一个机关，互人想要来买。黑菇伫边准备甲人转，过无偌久，有一只鱼啊对边爬过，就好福去，连刺龟、狮仔鱼嘛拢险险互捕落。即两支影片拢有出现鱼啊，
讲到鼠仔伊的亲情金仔，共款是海底咸水的好妈子，母迄是因伫正水的亲情，因会知影爱喊行才看会到，科学家靠喊行观察金仔知影、鱼知影、磷虾知影。因细汉时的知影，甲大汉生了全无共，这是了解咱海重要的一步。好，三年华历43页。哦，哎呀，伫海里底白，也有海参个海甲海胆，有诶海参真澎果，应该是成澎果啦。哦，新澎果，诶，海参新澎果，果号做海澎果，海胆有几节性，咱若甲食，干那食卵，所以咱掠诶拢是补诶。其实海胆有较臭粗，干那咱甲日本人有在食。另外一项是海钱，本地生地到大甲规路拢有，不过最近几十年来拢空红毛土，山坡无去，而且水爱清，海钱才活会落去。到这。好，感谢。好，最电话里。甲大黄沙，不统计，沙鱼一年也3000万只，3000万到1亿1000万啊，所以就3000万。台语就是，若准讲数字是1个，若迄个数字佫真感性的，通常迄个1和日本人共款拢袂讲出来啊，100亿啊，100亿嘛，对无？1100就敢讲1000亿啦，11000就敢讲万亿嘛，所以1亿1000万，伊就讲1亿嘛，这是台语甲日语共款的所在啊。好，你继续。3000万到1亿只。26075栋，沙鱼有诶品种，剩2%的数量尔。沙鱼是食物链上关键的消费者，若是沙鱼无去，食物链就会放弃。若是食物链放弃，海底可能淹水。梯啊，你食的梯。食人类。有海岸、海底、北海底团队和到海南拢有，数量嘛愈来愈少。20年来，100只变做70只，主要是因为去土地开发。另外，大家较袂注意北海底的鱼仔足敏感，风机、炮兵、演习拢可能会伤到伊的鱼仔。参像快速道路61号，规路拢风机甲引导，干那新屋迄段较好做。甲新屋迄段，伊这嘛是入声字啊，帮屋的屋嘛是入声字啊。当然华语就敢若有，但华语已经无迄个入声。
好，感谢。好，志愿话你，你看你若对着，叫你接续志愿读，志愿你读过一段两段 OK。哦，感谢。来，志愿你先读。我也明43页。好。应该是开会诶，伊是演讲会分享会嘛，所以可能是会后啦。会后有人问到动物园的进展，论被认为祖先无即个概念，总是即几年台过有较进步。咱嘛伫爱学，歹势歹，咱嘛伫学爱护生命，口味选择的朋友，上尾论被认为即几十年来，台湾人的学历甲经济拢较好，关心海的人有较济，即两时段3、4年前的鱼仔生啥款，甲迄阵去菜市仔看到的变化偌大，大部分的人拢会当认同保护海的重要。好，感谢。留一段 Erica 读。有对对，43页。刚到我。迄个换 Erica 读，有 Erica 读对着。听着我的声无？有，即摆有听到你的声音，真大声，真响，真好。好，你读。参加演讲导览，卖当互大家搁较了解海，知影海的状况，有兴趣就会关心。若身躯边有人有兴趣，论爸有规划一套课，几套90点钟的海洋课程，伫台北、新北的这里面的上啊，上山的上啊，上林啊。上林大学教，嘛那毋那嘿，毋那，伊迄是毋那，毋那有30年读的册，阁有阿公、伯公、职工的知识，甲大家做伙分享，互大家对熟悉海、认同海到保护海。好，感谢。伊讲即篇是11月15，当然即个11月15是2019年的11月啦，因为即个310期是2020年才1月才出刊出版，所以这一定是进前的讲座嘛。伊讲是初地服务台语讲座，海底有啥物讲座摘要记录。讲者陈昭伦是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的研究员，台湾万野新竹生态协会举办的万野讲堂，对2019年3月起，甲李康局台语文教基金会合办规划10场有关生态环境议题的台语讲座，欢迎大家伫逐个月第3礼拜5暗时7点到9点，同齐来食米共食厨房，台北市中正区衡阳路9号3楼，确定家己的台语册地。详细资料会当看台湾万野新竹生态协会 FB 专页，因为迄个时阵我印象中，我敢有去过几场，敢若是伊讲的自2019年3月开始嘛，所以伊头尾就是李康局基金会甲即个食米共食厨房合作所以因拢会办即种要开阔台语册地，因为想要讲台语的人毋是无，只是可能有想要讲台语的人拢是相对较少年。当然40、50岁以上，50、60岁以上就伫因个社区讲嘛。相对较少年的，伫路里人看到伊相对少年，就拢直接甲伊讲华语啊。所以想要讲华语的人毋是无，是有诶，只是因找无所在通去讲，迄就是一个册地嘛。所以自当时2019年，食米厨房甲李康局基金会，伊就转有一个机缘就合作就办足济。我会记敢若12场啦。我有去过，我袂记几场，反正就是，拄仔即场我无去听到过，因为11月15迄阵，反正我无去，我印象中，所以即个我无，伊讲的内容无即个印象。当然讲的知识我毋是完全毋知影，有一寡咱伫学校可能嘛会读到过嘛，吼，有你嘛来啊。所以
我毋知咱台顶嘅朋友，当然现主时，伊遮是伫咧衡阳路9号，伊嘛已经搬去挖角，重庆南路甲迄个什么所在，所以，因即个食米厨房是讲互做，因是有线农场提供嘅遐个农产品，啊，因无伫咧料理肉类，所以。伊嘛无强调讲伊有做素食餐厅，无，因有可能用的油，可比讲的是其他含因食菜的人无符合的油，啊，伊嘛有食葱啊，也是迄个做迄啥葱头，所以因含迄种宗教上的素食是无共款的，所以因就袂去强调讲伊是素食餐厅，伊敢若讲伊是要做啥物，无肉的遐，无肉餐厅是安怎，所以食米厨房即个算餐厅的部分，敢若。前2年啊，看我袂记食，2024啊，2020，反正就是2019是伫咧衡阳路，这我袂晓念，歹势，中国地号名。啊，搬去重庆南路，我袂记迄几号啊，反正就是应该是重庆南路的东边这边的厝，啊，伫咧迄条另外一条街什么货，苦冲街。还是啥物街以南遐，反正就是伫迄搭遐。我新的所在我毋捌去过啦，啊旧的我是去过落界安尼。所以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听完这篇了，毋知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我要提几句啊。好，无问题，来你讲。讲到即个海地哦，海地哦，阮较早遐个人，若较重视生的哦，会去叫迄做河海去。有掠到，拢会看买转来加早的食的。啊，这件事足无道理的。啊，连阮迄个，阮高中是要做警察的，啊，结果啊，改转去到阮庄的，阮因大家着阮阿嬷，阮大，对，因大家阮阿嬷，哎对。对啊，系啊，交一辈啊。我怀疑就是是大人就对啊。反正就是，你嘛一目镜一目客啊，当作感情看的，拢，啊，无不要讲啦，反正。无地带就对啊，安尼，必常话来啊，打比方听，我所知是，台湾敢若伫咧，我毋知记毋着1968年还是当时，还佫有伫咧掠海猪、杀海猪、食海猪，啊，目前听起来看起来，全世界。敢若是日本人，啊个冰岛遐有一个啥物岛，我袂记一啦，遐就是法罗hiệu FALU 啊，啥物货，反正就是几多年前我伫咧国家地理频道的电视有看到讲，冰岛国过，我袂记，反正就是伫算大西洋有一个岛，迄个岛因为遐无法度种植，所以因的食物来源一定是。海产嘛，就是海上遮的动物嘛，所以因就是到迄个时阵，每一年拢有固定时间会围捕海猪，因会派船啊去找海猪伫倒，啊，就甲海猪赶上岸，啊，然后就集体互赶上岸，遐海猪就拢甲抬掉，啊，抬落去高地，规个迄个港拢是红的血水，啊，迄个绿色和平的组织就感觉讲，平平是食人类的，无应该遭遇到即种待遇，尤其是咱即摆是讲海猪海翁嘛，啊，何信涵教授敢若有甲即种海猪海翁的名称，伫澎湖遐是倒有找出来一寡词，敢若是叫做鹅啦，伊讲古早册嘛有用着鹅即个名词，啥物油鹅、乌鹅。啊，什物鹅，反正就是目前咱重新甲台语学倒转来时，会食的咱相对少年，也是讲较无遐尼侪海洋知识的时阵，目前拢是甲伊称呼做海猪海翁啦。吼啊，毋过海猪甲海翁的分别啊，根据廖鸿基教授的研究也是分类，敢若是用。大细尾来分，啊，当然迄毋是绝对的，就是讲，因为咱目前
所在的迄个海底其实 dolphin 那写做中文汉字，你甲读出来是海豚嘛，对无？迄个什么豚啊嘛，就是你佮讲日本的迄个猪排哦，通甲字啊，就是你通甲字，你通就是豚啊，啊，这是伫台语的语境内底较粗浅的，或者是无讲甲遐尼深的，就是分做海底海洋了尔。啊，当然迄个海洋反正目前伫台湾周围会使观察到的遮个海洋，敢若上大只的有到，我有记毋对无？敢是50公尺，我袂记一啦。反正就是有一届我反正嘛是拄我廖鸿基教授有咧做分享的时阵，伊讲台湾周围敢若总共会使看到70几种的即种叫做因的中文汉字是甲伊讲叫做鲸豚类啦、鲸豚类啦，啊，所以反正即卖名词，什么草前一阵仔有一个什么尾虎鲸吼，就讲其实伫台湾遮，因为太平洋不离啊深嘛，我拄仔讲的就是所看到、所知，就是1968年伫咧屏东遐，搁有伫咧掠海底也是海洋赶上花，亲像日本人一直到呾嘛是，因是讲啥物，因是咧研究，啊，因嘛无咧管国际上其他的人抗议讲，恁袂使安尼食海底海洋，抑毋过因日本人就是用海洋研究的名义，每一年敢若拢会掠100-200只的海底也是海洋吧，详细我袂记啦，反正就是一直到呾日本人因也有伫掠海底、刣海底，甚至食海底海洋啊，即种或者啥海洋的食人类动物就对啊。所以当然徛伫一个角，看你要徛伫啥物角度啦，就敢若你即篇文章内底有去讲到啥物台低台低会较有迄个啥进步。啊，韩国是一直到明年才完全禁止食狗肉。台湾我印象中，我细汉的时阵，不，我去做兵的时阵，佫有听到讲部队内底迄个老黑仔讲，伫因相对较少年的时阵，会甲部队内底的狗讲死刣来食。啊，所以其实我细汉的时阵，敢若听阮爸相讲过，真正阮母嘛讲，伊敢若捌食过一届狗肉。啊，当然已经足久啊，可能伊嘛讲嘛袂记个气味到底是啥，所以对人类来讲，即种动物性的蛋白质的来源，就是看你迄所在有啥物货嘛。我伫迄个已经摕到中华民国身份证的迄个做 Jeremy 吼，伊种自称是一粒米嘛，伊的名 GZL 啊 REMY， 即7个字母是伊的名嘛，读出来就是足像一粒米的嘛，所以就拢用一粒米来自称，伊就写一粒米百俩光迄个册内底就讲伊细汉伫咧法国的时阵，因法国是有食兔仔的，爱讲迄兔仔肉食起来敢若鸡肉安尼。当然，兔仔是4支骹，鸡肉是2支骹，迄种肉是应该有真差嘛。啊，毋过对因法国人来讲，迄个兔仔就是因的蛋白质的来源啦。所以变成讲，逐所在因安怎讲就地取牛嘛，只要有啥物较方便的，就是摕来用安尼啊。啊，所以伫即篇文章内底，伊咧讲海底遮个物件。坦白讲，台湾是四周拢全海，也毋过目前伫中华民国体制内底的教育体制，煞无遐尼侪相对应的海的知识。敢若迄个啥，海洋也是讲迄个讨海人，才有相对较侪的遮知识。啊，毋过遐知识，敢若较无伫咧有迄个啥。教育界，或者是学校内底流传啊。可我毋知咱台里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我想讲，来，你先拍摄。袂，迄个欧洲遐因饲兔啊，有一种兔啊，伊是专门就是要饲来食的。因迄种叫做肉兔。对啊。迄种兔嘛较大只。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我讲，我其实较关心的是迄个
拄啊，咱讲咱毋是讲饲母吼，讲咧头头讲打鸡打官，因为查甫人恁对迄个恁某迄边应该毋是，咱是安怎叫的？我想要讨论这样代志。我看你听。好来好，小等，无问题，好，这个问题咱先保留一下，那么啊，屁熊你有啥物请讲？无，我要插回来讲，因为拄则讲到食土仔嘛吼，啊有另外一个记录是所谓迄个土仔谣记吼 ，Rabbit Starvation， 就是有一个案例是，哦，伫20世纪初一个去北去探险吼，探险家。探险，探。啊，伊有留下一寡记录，就是讲吼，因高不离中吼，敢若剩土仔会当食，我的土仔拢就散到无法度搁散啦。啊，这种足无语的肉吼，啊，因食就开始走北头疼、痠、气血压，惊生虫的款。对，毋知影是生虫还是讲迄是，因不过这篇佫是敢若。另外一个医师提这个案例来讲，就是讲，你若敢若你的食是若是敢若两家节，吼啊，刷落来因为无变形嘛，无变形身体就开始疼家己，开始哦，是，有可能。这篇是安尼讲，吼。啊，所以就是刚食土仔是问题，是会出代志。感谢必想甲咱分享。Connie 讲的迄个，就讲两个人结婚嘛，吼，然后对方的老爸老母含家己是啥物关系嘛？以妇人人的角度来讲，翁的老爸老母对伊来讲就是打鸡打官，啊，对翁来讲，某的老爸老母就是丈人丈母，啊，生母即个，迄是生母甲亲家的争吵是男女双方的爸母互相之间的称呼，就讲查某的老爸老母去叫查甫的老爸老母，就是称呼伊，做生母嘛是亲家，亲家就查甫的嘛，生母就是查某的嘛。啊，当然用中文来讲，就是叫做啥物亲家公、亲家母吧。所以这等于是叫做啥三角形吼，是毋是安尼讲？就讲两翁仔某，然后因分别的老爸老母对对方来讲。就是一组是叫做打鸡打官，啊相对应的就是丈人丈母，吼啊然后这两个去互对方叫做丈人丈母，甲打鸡打官，因互相称呼拢是亲家甲亲母，啊写出来汉字是亲家甲亲母，啊我嘛毋知影为虾米一个是亲母是合喙音，啊一个是亲家无合喙，我毋知影，反正。我知就是亲母亲家啊，互相人啊，亲母哦，你真久无来啊，亲母你若无较早来，那就是叫较亲好好啦。啊，当然实际上到底什么状况毋知影，反正可能拄则所提起，也是讲着我听到的，会使分享的是这个部分。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是的，我拄仔讲毋对。好，你讲。嘿。啊，就是你毋知大家捌听过生母讨无话即句话？生母讨无话，还是讨啥？生母讨无话啊！生母讨无话，生母讨无话，我毋知啥物意思呢？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敢有人捌听到过，还是有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生母讨无话，就是无话讲家伙。无话讲。我听过，对，有话讲家乐，无话讲我听过是这个。伫迄个新话树仔内底，陈永林教授敢若就提起讲啥物无话讲家老，还是家老，还是家姊，我袂记着，就讲亲家亲母互相探访的时阵，因为到目前为止，敢若嘛有即种状况，就是所囝嫁人了，这当然有人讲嫁甲娶，这是敢若有顶的关系嘛，吼。总是目前伫咱台湾遮，就是敢若所囝拢是嫁人，而且是去人的家内，毋是讲即两个少年啊，是即两个有意爱的男女，吼，不管即马就是拢迄个啥，拢
OK 啊嘛吼，毋是讲迄两个少年互相意爱，家己出去或者啥，另起炉灶，也是家己去组织另外一个新的家庭。当然，即摆有可能相对较济，啊，毋过敢若传统上也是拢真正真无公平，就是讲妇人人紧的是嫁去人厝里，然后含人住做伙，其实有足侪无方便，还是安怎吼？要讲搁一个是讲，原则上查某即边的老爸老母袂无代无志，冲去因祖囝嫁入去迄个所在，因为若冲去，人会讲啊，无你即摆是安怎惊阮虐待恁祖囝许？当然这是属于顶世纪的例啦，所以一三见面，当然一定拢讲一寡好听话、表面话嘛。当然嘛是有人直接碰的嘛，毋是无啦。毋过以现代社会来讲，照理讲应该是个人生活家己过家己的嘛，不管讲会囝儿是细，祖囝后生因各自嫁出了，另外去迄个组织家庭嘛，吼，好歹势，迄个所以。请问东国话到底什么意思？就是已经讲到无啥通个讲啊吧，无话讲家老啊，家子家老，就是讲已经会过一个啥啊？讲天讲地讲饭讲后兄讲饭咧，就是当拢咧讲，不过真正就是讲到无话通个讲啊，毋知啥物原因，佫无要过时，就怎佫继续讲佫想要继续讲，佫找无话题，就怎只好啥物家老家老。是无话讲家里，无话讲家里，吼，就讲家里，因为迄个家里是家里人啊，迄个家里嘛，吼，对啊。所以我就讲，我印象中，伫迄个陈良亭的迄个调种的散文、新话树啊内底，敢若嘛有去讲到即句的款，我印象中。我这应该，我这当然，现代社会应该会使有较进步的啦，无搁像顶世纪种有一寡理俗言语，迄真正就是无符合现代社会啊啦。好，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伊即个影片发着是，即篇文章就是有讲座，然后理工局基金会因咧办遮个讲座的时阵啊，因拢有因基金会的人去现场做记录、做摘要，然后佫刊出来。所以我毋知各位朋友你手头敢有台湾通讯网部的即份杂志，伊的杂志的上尾啊、上后壁、上外口迄，就是拢会安排讲，因有台语沙龙有的讲座，等于是讲针对台语的即个环境、即个演讲因会邀请因邀请会到的人去做分享，去做安怎讲？嘛袂使讲表演，我就是去讲伊的专业就对啊啦。反正拄即场，我印象中我敢若无去听到过，我毋知影。当然，遮个知识有当阵我伫别所在，或者是阮较早的专业嘛是有小可去知捌嘛，甚至内底讲啦，迄句会使来甲你话，你袂使甲卡啦。你若甲卡着，有个人较戆的，毋知是佫挑工是哪，要甲卡，你甲摸，你甲扫，佫叫恁朋友甲伊翕相、翕影片、翕起来，翕起来内底你的手机啊内底算看着准拄煞，佫家己甲上网真正是迄个家己将迄个犯罪、犯规、违规的行为拢甲公布全世界人知，杀着30万啊你。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对赵杰书我一直读都无讲介顺。我分享一个家乐啦。家乐。有话讲话，无话讲家乐啦。就像你拄仔讲的，讲天讲地讲皇帝讲后兄讲饭咧，安尼嘿啊。你是咧讲啥？就是为有
是看有看无讲较后遐饭咧，后遐饭咧就是讲咱厝内灶骹咧煮食遐器具嘛。还有一个讲法就是讲加热这个物件，之前有人我捌听过人讨论过吼，有人讲加热啊，为了讲是一种咧底味的，可能安怎讲感冒安尼啦，有人是安尼讲，有的人是之前迄什么啦，我捌看另外一个老师，伊捌伫网络搭过一张相片，但是我看迄是无成咧底味的物件。所以一直到目前我所知影加热，就是还是讲加热啊，就是拢有敢若有两种较无共款的讲法。啊，咱到顶有收加热啊，伊就是讲，伊嘛是讲咧底味的，底味的迄种的农具啊呢。嘿对。哎，我想叫我想着迄个，无得开什么人做菜人博物馆内底，我看着加热。有可能。嘿，我想你想这个物件。因为。所以甲大家分享者。加热啊，就是以前像咱讲的畚箕饭的迄种的，迄种的安怎畚箕车机无？对。就是讲你就坐伫遐，就已经讲到，毋知要讲啥，看着咱厝内底咱用着的农具内底拢甲搬出来讲讲。形容是即个意思。啊，伊其实以前是拢米仔做的，米仔你去破米仔，啊米仔去变的，啊米仔有分较油甲较粗啊！我即摆讲这就是讲吼，加热啊，一般来讲啦，你底味的来照你来讲，加热啊是有的人可能会安怎伊的米仔会破较油。不过我看过两种的讲法，一种是米仔较粗啊，较薄，较快啦，吼，较快。较大瓣嘛。对，较快嘿。啊，一种就是伊的。破较细较咸较细条，就那只车机喎。车机甲畚箕就是安尼吼。是。过去应该马文有特别解说，就是讲车机甲畚箕的差别，就是讲车机伊的手路较油啦，伊的米仔较油，啊伊无另外一两个鱼仔好干。无通好调，因为有的有鱼仔，有的无鱼仔，哈尼嘿。对。啊，畚箕是一般来讲，车机是较无啦，因为车机直接摕来煮米，安尼直接摕。伊边仔是嘛，佮空一烟迄碟啊嘛。对哦。啊，畚箕一般就是伊会佮放一条锁啊，吼，啊会打几打咧，佮人咧打饭的嘛。对哦。畚箕就是咧打饭的，安尼就骨条拢会一般拢会畚箕啦，啊是讲打较粗的物件，打土啊，伊只打拢会晓去打土嘿嘛是用畚箕啊，一头绑锁啊嘛，吼，伊有两个圆仔啊绑一条锁啊。两手啊，就吊迄个铃铛铃管安尼啊打，安尼打咧行安尼。所以加热啊，运动我嘛无真确定啦，但是我会当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因为即个议题之前有做一人讨论过。啊，我所在我知影结论就是讲有两种安尼，所以伊像安怎我无过去现，拄安尼讲起我想着恁有兴趣的人，因去现咧做餐人博物馆，小劳力老师应搞即个。好，感谢各位甲咱分享。所以变成讲，遮个物件当然拢是旧的啊，甚至拢顶世纪嘛，主要佮讲台湾做田的活动会去用到的。到本世纪了，遮个物件差不多拢无啥摕来实际咧路用啊啦，因为想要发挥什么功能的，遐个技师。也是工具，也是底物件，不管拄则讲什么畚箕、签机啊，什么加热加啥啊，什么土土啥，一大堆遐工具拢有相对应的较好势，因为遐拢是滴甲边的嘛。啊，即摆有讲你要金属的，你要塑胶的，你要什么材料要用，佮粗佮啥，拢嘛足多啊嘛。所以变成讲遐物件，差不多拢变成伫咧博物馆内底啊。即摆行业遮尔侪种的时阵，有咧重视迄种行业的人口数范式，看有1/10无？我毋知，1/10两三千人。即摆单头单尾，佮有伫即个行业的，敢有到5000人、两三千人。当然，原仔惨嘛是继续做嘛，只是讲无亲像顶世纪讲拢靠人工、靠双手、靠双骹，啊用迄比较用啥？其实已经。规个时代背景拢无共款啦，
啊，所以工具就怎啊停留伫咧博物馆内底啊哩。好，毋知咱台里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咱个会使因为我听讲读到万事，咱今日即期敢剩即2篇啦，啊后一篇单位生的迄篇，佫是汉字甲白话字对应的，或者汉罗合写的，所以其实总共敢若5段尔。好，安尼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拄只玉林甲必祥，吼，你若未读着阿丹子啊，我毋知你有兴趣要读无？44页甲45页。其实敢若1、2、3、4、5段啦。阿公敢会使？阿公，我唔是啊，我袂当看吧。OK， 好，无要紧，安心自在，自由自在。啊，玉林呢？玉林你我咧先读无？啊，必祥。要读到310期第44页，单位生咧所写的这篇相片。相片哈，相片。伊是汉罗。就是一段汉罗南参写，甲一段白话字，伊安尼，所以总共加敢5段尔，得得啊。好，我读看嘛，啊，佫有啥物我未读？必祥，啊佫阿丹子啊，你嘿。安尼我读一半，伊拢有几段？总共5段尔，啊，而且头前3段佫较侪字，后壁2段较少字。安尼我读2段好，啊后壁好。必祥甲阿丹子也读。相片单雷，细汉的时，朋友定定会问我，啊，就搁即摆拍着。细汉的时，朋友定定会问我，你太无老爸，我就应，我有老爸。朋友搁问，哪会拢毋捌看着伊？我讲，伊出外去，转去问阿母，伊讲戆囡仔，逐个人拢嘛有老爸，伊出外去，这毋对。阿母讲戆囡仔，逐个人拢嘛有老爸，伊出外去，阿母点头，出外去倒位？阿母点点就问伊。前我出世，我毋捌看到阮老爸。一段较大汉了，阿母才甲我讲，我未出世，阿爸就互人掠去。我伫家仔内底，我惊一跳。我阿爸是歹人，伊杀人，阿母害头；伊抢人，佮害头；骗人。又个害头，最后才讲，你的阿爸毋是歹人，佮问，伊就毋讲啊，所以我毋知影阿爸为虾米互人关，好我人。好，感谢啊，来必祥话你，有无？44页一段，有无？还是要后面读，来。歹势，因为我也咧传资料，所以无问题。会当听大家讲。好，无问题，安心自在，自由自在。还是阿丹子也要帮咱读一个，有无？歹势，我拄仔敢若无听到你讲啥物状况。我说当我能丢出来。44页正手边这段。结婚前一日，遐开始。结婚前一日，阿母摕一张相，互我看，久的，是啥物？久啊嘿，足久啊啦，相片。可能迄个时阵佫无啥物父辈啊，是安怎嘛？阮嘿，阮甲规家伙啊，规家伙。规家伙3伙人，阿公阿嬷、大伯甲3个阿姐，拢伫
拢伫hin是应该是迄个时阵啊，伫迄内底安尼伫hin啊，应该伫相片内底啦，所以讲伫hin。拢伫hin，阿母足少年，手内抱一个婴仔，讲迄个就是我，真古怪，像界边啊 ，KAI 界边啊。查甫人20通的命是翕的 ，HIP 是翕的，毋是翕的。毋是翕的，是用话。母啊讲，总啊，这个就是你的老爸。今仔日因若是有看到你要结婚，一定真欢喜。我第一摆看到阮老爸，迄时我知影，卖个你伊一环是卖个转来啊。OK， 好，感谢啊！安尼45页这两段是毋是3年甲准直讲帮咱读一段？随讲讲愈来愈对。我是好啊，我是好啊。哦，你好，安尼必须要再读无？好啊。来读一段。阮老爸伫家园内底收到即张相，摕互关做伙的朋友陈先生看。陈先生讲，无猜恁5兄弟，敢若欠你一个。伊真够画图，就甲阮老爸画起咧像上面顶，汉字，拜托人头掖出来互阿母。你甲读完了，搁30。我这边还会记哩，阿母定定讲，某囡仔，逐个人拢有老爸，伊嘛有讲，阮阿爸。是歹人。好，我无确定陈瑞生的这是毋是写伊家己，因为伫迄个44页正手面迄段来讲，母啊讲，总啊，这就是恁老爸，所以因为陈瑞生有当中一个写一寡手法，我看袂出来是写伊本身的经验，还是你。将伊听到的用迄种敢若啥第一人称来表达，我无确定。啊，因为当然，陈瑞本身是姓吴，啊，伊即摆咧讲教，所以应该是咧讲伊家己。也毋过，因为陈瑞生咧敢若大学一毕业，做兵一个线就出国去啊，就离开台湾啊，所以。伊离开台湾了后，我就讲伫读台湾通讯网，迄个时阵伫读台湾通讯的时阵，才知影讲，陈瑞生咧随网离开台湾，啊，毋过伊就讲啊，伊逐工拢下早3、4点就起床啊，然后开始写作，真做伊伫咧思念台湾，或者是真做伊和台湾有连结的一种方式。所以陈瑞生咧活到80几岁嘛，因为陈瑞生啊，去年准年走嘛，我袂记食，真歹势。就是讲，陈瑞生咧留下遮尔济作品，互咱后壁人读，我感觉真正是，咱爱安尼讲，保守也是加读歌吧。我嘛是今年应该是今年我才去买着陈瑞生迄本《乡树宝记》啊，所以陈瑞生的写作其实足侪咱会使学习啊。我是安尼想，我毋知咱台顶嘅朋友对咧读完即篇相片了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应该毋是陈瑞生的故事，因为我看伊台湾公司拢讲足侪拢别人的故事。因为陈瑞生的作品就是，伊讲伊去金门做兵嘛，因为是医师嘛，所以伫金门是做医官啊，所以伊敢若有几篇小说是拢讲遐，将伊伫金门的经历，甲伊用小说的方式来呈现啊。台湾的部分，我就敢若还袂读到，伊有去写着因家族的代志，
都无，所以这个部分，我嘛是就是讲台文，尤其自2022年开始读台文通讯了，才相对读较侪这作品。当然，可比讲李清老师今年第3本的迄个做台语现代诗集票，台语现代诗啊啥选啊诗选，台语现代诗选哦，第3本嘛，伊头前2本就是台语现代小说选，台语现代散文选嘛，等于是这3本才正做交整，所以我嘛是有去读这的作品，才有读到较侪人嘛，在过去无这种机会嘛，毋知通去读嘛，而且以我个人来讲，要去读毋是较无建议哦，的时阵，坦白讲，就硬到，因为字真正会沙无安尼，总是我讲翻头转来读这个台文通的网报是讲，我希望会使伫台北时间暗时9点40点，会使加读一寡人的作品，读较侪人的作品，莫单单敢若读，毋是歹势，毋是叫阿单字啊吼，毋是敢若独读某物人的作品。当然，迄个某物人的作品赞无问题，无够赞嘛无问题。只是我是希望会使读到较侪人的作品，我是安尼想，才会想讲，前2礼拜嘛吼，准日嘛有找到网络顶悬台湾图书馆有甲因的杂志拢上网。当然，理工局基金会因家己的网站嘛有一寡文章的上网。我是想讲，咱应该是加读一寡作品。当然，最后也是上尾目的，应该是讲，咱有才调讲台语的人，应该会使有你家己的作品啦，应该是安尼啦。这应该是确实长期尾的目标嘛，因为一个语言就是要有听讲、读写的能力拢交成，迄才是完整的语言能力嘛。敢若停留伫咧会晓讲、会晓听就好啊。真正就是悲惨悲哀的事实，就是青梅牛嘛，免同安尼喊口讲，我怎么不认识字？我认识很多字啊。伊是认捌中国字安尼啊。好，我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针对这篇无讲介长的，或者是咱今仔所读的所在，必常来甲咱分享一下。就是顺线刚相逢，拄则讲到的迄个台语现代小说、散文甲诗选，你若拢也袂买，即马3本合作伙犹太搁较济。无毋对，迄个像敢若啥物人倒一个有一个我第一个啥物群组拢有咧算讲盗卖还是促销台文册吼，搁有迄个啥，整个出版社敢若嘛有吧？是毋是？有啦，其实国际册店你去扫过一定是算上俗的啦，毋过你若等袂赴啊是安怎？反正我足侪篇拢也袂读着，所以我袂读。所以我毋知，我个人对诗就敢若较无遐灵感，所以我就一直即摆搁咧丢读，就搁还袂出手安尼。毋知咱台顶朋友搁有啥物想法看法？单子也要甲大家分享啥无？来，请讲。我想问我要倒买安尼来就是讲看恁若，就是上网或者是迄个啥，倒外有册，伫咧迄个 Hilton 饭店后壁迄间独立的册店，哇，那嘛有咧卖。或者是你若去台湾的店，应该嘛有咧卖。台湾的店即马是搬去啥物温州街嘛吼，一个。拢是纸本的嘛？纸本的，伊这3本敢若无电子册款，印象中，我袂记住啦。我就是等国际册店。国际册店就爱到过年啊，可能看会等也袂等的，若会等伫就等嘛，若袂等伫就是。毋过去爱足注意，就是讲，无注意，手骨骹会愈较伤大力，无你就是，比如讲行李箱砸一骹，骹板刮一骹。对。甲起油膜才会使走。我要惊买足侪册，因为厝内无册，拢买电子的，才较方便。哦，安尼真好哦，嘿，电子册都无限量的问题啊。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
遐单位选真正高写，伊讲什么伊的就是伊头前铺排啊，尾啊就是详实话，啊上尾后讲是头醃出来的，嘿啊，就会使你会使就是看伊的文章会使知影这个故事可能有倒一个角色啊，伊安怎关系，就是伊用两三句话内底其实拢有会藏一寡线索，好，感谢Sunny甲咱分享。好啦，时间是超过啊，最后讲就是讲45页迄段嘛，伊讲阮老爸伫感觉内底收到即张相嘛，啊，就讲嘛，为啥向掠去关是迄个时阵，白色恐怖时代，中国国民党讲你有罪，你就受罪嘛。啊，变成讲只要含伊的意见无相款，伊就要甲你掠去关嘛。所以咱即马知了，尤其我就讲嘛，有一个戏出，之前捌分享过，就是台湾笔客，伊就咧讲1950年代到1975年吧，就讲伊伫搬到蒋介石死去，然后伫绿岛、伫火烧岛互关的遐人有得到特赦嘛，啊，所以变成讲在过去中国国民党的统治之下是拢杀了爸母的嘛，佮变成讲欺骗台湾人啊，所以最近嘛，迄个什么变神啊集团的即个有人讲啊，迄上大的变神啊集团是毋是应该叫因转去原来的所在啊？所以台湾笔客即个戏出，我嘛是即几年啊，2019年才开始有看啊。前阵啊，我袂记算第2届还是第3届，可能至少是第2届看过啦。啊，坦白讲，迄个精神啊，佮迄规个气氛是，坦白讲是不了叮当，毋过拢头一部拢用2倍速度咧甲教你。我较侪拢是用2倍速度甲放过安尼。啊，无有诶人讲话就慢诶吼，即个急性诶吼，就袂堪你等，我拢来去教诶安尼。戏出足侪嘛是用，无就至少1.8倍诶速度安尼。毋知咱台底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因为时间诶关系，咱读即个台湾通讯广播310期读完啊，啊，今仔日暂时读到遮。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也感谢台下的朋友听我的顶管网、读网分享、网交流。今日读到遮咯，感谢，谢谢，拜拜，再会。感谢各位。